Hello，你好，歡迎嚟到小豬圖書館。係，先生你好，請問點稱呼你呀？哦，陳先生你好，請問你今日上嚟借書定係還書㗎？哦，今日第一次過嚟？好啊，咁我幫你登記一個資料先，你稍等一陣啊。因為第一次到嚟，我哋要填返個資料，我可以現場幫你辦返張圖書證，需要你一啲簡單嘅資料，麻煩你俾一俾我啊。我幫你填張 form 先，稍等一陣啊。係，全名請問點稱呼啊，陳先生？OK，陳小明，係，請問年齡係幾歲至幾多歲？OK，30歲。證件號1、2、3、4、5、6、7。好，呢邊麻煩陳先生你填埋個地址啊，呢度都要補上一個地址嘅。地址電話1、2、3、4、5、6、7、8、9、10。好，稍等一陣啊，等我依家為你辦理一張圖書證先。全名、性別、年齡、證件號、地址、電話。好，稍等啦，陳先生，啱啱幫你整好咗張圖書證。係，呢張圖書證就係你以後嚟小豬圖書館需要帶上嘅，
咁呢張圖書證只可以本人使用，唔可以轉讓俾其他人嘅，同埋要保管好啦。如果唔見咗，又要重新收費補辦過㗎。咁每一次你都可以出示呢張圖書證借書嘅，亦都要喺指定嘅日子下面還返書籍俾我哋，並且確保書本係完整無缺嘅。係，咁呢張圖書證請你帶好啦，陳先生。好，哦，你今日係上嚟借書嘅，陳先生。你有冇想揾邊本書㗎？哦，收到，明白。你等我一陣啊，我要查一查資料，睇下本書有冇喺我哋圖書館有冇俾人借走。你稍等一陣啊，陳先生，我依家打開檔案庫，查一查資料先。
啊，陳先生，呢本書早兩日咁啱俾人借走咗喎，佢要到下個星期六先還書期，可能你要去到下個星期六先可以借到，但係唔緊要，我幫你做返個登記，到時候我有呢本書即刻通知你。好啊，咁我為你介紹我哋其他書啊，你可以睇睇下我哋嘅書架。我哋入邊有好多唔同嘅書，有心理學啦，有經濟學，有神秘學，仲有關於一啲易經，同埋一啲小說類型嘅書。你想揾邊一類型啊？哦，陳先生，你想揾關於神秘學嘅書？咁啱，我哋有一本新書返咗，我攞畀你睇下。神秘學呢一本書好啱陳先生你，佢係關於一啲占星術、塔羅牌、煉金術同埋一啲魔法。佢入邊亦都每一版有唔同嘅圖像，引領住一啲唔同嘅意思解說。你睇下，佢每一張畫像都好靚㗎，同埋呢本書非常之暢銷㗎。我哋啱啱新返咗呢本書，成日都借到冇晒㗎，好推介你試下睇下我哋呢本書。好啊，咁我先幫你 hold 起呢一本。陳先生，你仲有冇其他需要㗎？哦，你仲想睇一啲心理學嘅書籍？你稍等我一陣啊，我揾一揾畀你。
一本係關於一個精神分析引論弗洛伊德嘅一本好著名嘅精神心理分析書，入邊好詳盡咁樣介紹一啲理論分析。好啊，你可以試下睇下先。感覺點樣，陳先生？係咪你想要揾嘅書啊？哦，你覺得太深奧啊？好嘅，明白，唔緊要。咁我再推介個第二本俾你啊，你稍等一下。咁我介紹呢本你啊，佢叫《躲在蚊子後面嘅大象》。呢一本書係德國經典心理療愈答案嘅書嚟嘅。咁我都聽好多嚟借書嘅人話，睇完呢本書好似睇完一個心理醫生咁，好治愈到情緒，同埋有一啲可以改變到你自己成長嘅力量。係，呢本書評論都唔錯㗎，相對於啱啱推介另一本會簡單易明好多。好啊，你想借呢本係咪？冇問題。咁總共你就借咗兩本書，你仲有冇其他嘢需要㗎？你今日借咗一本神秘學同埋一本心理書，躲在蚊子後面嘅大象。OK， 如果冇其他需要，我為你登記一下先，稍等一下。今日係2025年12月20號，陳小明
書。OK，我已經幫你做完呢個登記㗎啦。好，咁同你簡單講返啦，我哋嘅書籍都可以免費借出嘅。咁但係啦，你要喺到期日15號之前歸還我哋嘅書籍。如果唔係，我哋會有收取費用嘅。咁亦都要保管好我哋，愛護好我哋嘅書籍啦，唔好摺疊佢啦，亦都唔好塗鴉。係啊，你每次可以借到最多5本書，咁你下次再上嚟嘅時候，仲有3個名額。好啊，咁你有需要可以隨時聯絡我哋。我叫 Yola， 係啊，好多謝你，歡迎你下次再嚟我哋小豬圖書館。拜拜。